寮国这2礼拜发生5件，那像是外国游客食到假酒死亡的案件。目前是还有一个澳洲的女性躺在大院，也未脱离危险。目前是怀疑因食到掺有甲醇的饮料。过去2礼拜，寮国一个度假的景点发生一个英国女性、一个澳洲女性、一个美国男性，还有2位丹麦公民疑似啉假酒不幸死亡的事件。This is every parent's very worst fear and a nightmare that no one should have to endure. Drink spiking and methanol poisoning are far too common in too many parts of the world. So at this time, I would say to parents, to young people, please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risks. 死者之一，澳洲的女性派旅客是对寮国城市运营转送泰国万国病院，了后救无回来，体内累积大量的甲醇，致使大脑肿起来。根据新闻甲其他游客证实，可能是啉到有甲醇的饮料。专案一开始是因为旅店的经理发现因无照时间退房，听讲因身体无爽快，目前也无清楚因是伫倒位啉到酒。Nhưng mà trong quá trình uống ở đây xong là khách hàng vẫn còn tỉnh táo, khỏe mạnh và đi chơi. 这款中毒的事件伫东南亚是同人知，尤其湄公河沿海较散食的国家。虽讲外国政府伫这个所在有打啉酒的警告，不过有关有袂少攀野旅客参加聚会时无清楚风险。根据无国界医生的统计，全球甲醇中毒发生率上悬的地区伫亚洲，较散食的国家，亲像印尼、印度、柬埔寨、越南甲菲律宾时常发生，尤其印尼过去20年案件上侪。这个寮国假酒案发生伫云涌，是攀野旅客真接去的所在。不过寮国的执法资源不足，对食品甲酒精的标准规范无周知。一位驻寮国的西方外交官就表示，无认为是酒吧的头家恶意下毒，甲醇较俗，毋过真危险。当地阁有人咧偷叫，毋过教育程度低，政府阁监控无好，有人偷工减料，拢会造成真害的后果。公司新闻吴玲编译。